인주산에 네 파마김 게 Buddhist knowledge 대봐요 그래. 대봐 치고요. 딱自己 말해. 대봐 自己 그래. 얘네야지 machine 거랑 education 뭐다. 그런 게 아베 이걸 러신 그래. 아메 이게 거랑 러신 거 말해. education 시아요 말해. 디토르드 Buddhist education 지사로 learn it philosophical education 그게요 말해. 드린 주산에 든지기 딱 간다르베 가셔다지 philosophical 진 사마르다 진이 버스나다 되게 세계 통제를 비슷하 가셔다지 개매비네야 그저기 간다르지 라베아티 다지 닝 타번에서는 자도 간다르 그 가셔다지 그저기다 미지나를 네 미지나를야 아니 간다 든지기 가셔다지 레베낭게다지 아지 philosophical reason 주 상황 보시다 규제만 보시야 딘데만 이베치 닝 타원에 딘지기 간다를 가셔다지 example 줍지 닝 타원에 아주 example를 줍지 아니 때문에 인주사네 다 되게 아니네 very touched 내가 좀 찾아야지 드린 인주사네 the loving kindness, how to tame mind, loving kindness 아리솔라. 타지도, philosophical 쉽지 시에네. 근데 과스, 저진이 야보래 돼, 과스게면. 지금 대시에비나 구규디 tame mind 제모도 왕부 뒤도 송 전주 마을 송세. 오늘 이제 아주 삼려나 지 가르에 미 따디스 가르에 knowledgeable 어떻게 되지 왕부 넘버지 인삼 전대가 알아. supposed to be, right?但是呢，오늘 전에 이제 되나 왕부 넘버 맞아체 전주도 마을치 섬주 전주 마을치 인비는 오늘 전에기 가르쳐 내가 니루 오늘 투두잖아 아니 두번으로 죄못 없지 그 두번 담으로 알아지 태숨다래도 두번 담으로 알아 아주 좋은데 알아 제가 디균제 되네다 와다 띵에 들으라셔 마신 하는 게 가르쳐 보시라랑 오좀다那我印象中呢，我父母亲对于我是如此的这个关爱，同时有时候我看我父母亲他们对佛法是真的，那是真的具备专一，就是非常虔诚、非常专一的一种信心哦，很深的一种信仰。但是你说他们真的对佛教的这些道理、哲学，他们很懂吗？其实可以说是一点没有。举例，像我父亲他还懂一些可以识字哦，但我母亲是连藏文字都不认识的。那更不用说他们两位其实对佛教的这种什么哲学啊、分析理论，他们是一点也不懂那些道理的。虽然没有，但是我发现从小他们给我的教育，却真的是影响我非常非常的深。那么我常常觉得他们在给予我教导的时候，并不是透过一种分析告诉我原因，然后你知道不是那些就是在脑子里面要去思维、要去想或记忆的东西。很多时候他们的一句话，他们的这些教导都是可以感受是从他们内心中发出来的，从他们内心中自然的展现的，或者说示现出来给我看的一种模范。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一种影响非常深远，而且我觉得很感动，到现在都记在心中的。所以我也蛮感谢，就是他们没有对我说太多的大道理。很多时候呢，有说太多大道理，搞不好问题反而更多，分别心更多。
是有可能。譬如说藏族有一句话说，上根器者分别妄念更多，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的确你多学习、多思维、多去分析，那么，但结果很多人没有抓到这种要点，他没办法成为一个上根器者，他反而成为了一个分别妄念很多、习气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反而遇到了很多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去钻牛角尖去，反而会让那个结呢越打越紧。他越想越多，那个心结越打越紧，反而没有办法透过分析处理他的各种的问题了。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个人就是呢，那我一直想的，我是穷的呢，穷的呢，我是天给大家说米就给天给强制原的这按出来，看出来，但是差那个看不嘛到呗。长毛呀，有点了。但因为呢 ，due to the circumstance, due to the environment， 但个原着的呀去，个看出来的是，样天嘞看出来的，参，年纪或者空配的起，看些人家民间年贵的起吧，但这样的呀，别人眼个 life experience 这么写的呢，俺穷就是啥呢？老顺皮个不呀。啊，这塞不是程度。这就是啥呢？啊，就的，他说的，第个了的，短开头了，短个，上 autumn 了，autumn 个就是了呢，的写了的写，什么意思？就是啥呢？我就往前的，什么意思就是啥呢？那的，他说的，什么个？写的到嘛，这录当压的这种些，这就是啥呢？写就是啥呢？我来这就是啥呢？讲写不来，就我说做不来，是有的做的什么的重点吧？什么的下当，什么的马当出来当，那今天什么的重点讲嘛到这，我就朋友来这菜生意了不得这当。我不是生意了不知道，这边咱们这不在做生意了这个要么嘞，马上就是通的不是，但是印度，当然是我嘞，但是印度什么点点关系？但是谁就是啥呢？马上什么个把出多，什么个出对吧？对吧？他们讲，但是就是被搞了些呀，就是就是那些。가지고 딱 그래서 우리 담시 두산디 파사야 그러다 다는 수부 찾아는 우나 되야로 시라시라서 시라 디두산은 아 정신기 지 쇠미도 버려 준 거예요. 이제 동해 소화 휴가고 가져야 돼. 겸되어서는 나도 디술리 겸되어서는 나도 디술리 동해를 탄되고 누가 휴침 버려 준 거예요.就是呢，俺每天这个生活了，那个错说什么不用的，所以这样的一种慈爱之心呢，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小都具备着的。那当然，每个人可能有多跟少的这样的不同。那总之呢，我们是都具备了这样一种慈爱之心。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的环境的转变，我们也都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有些人的这种慈爱之心呢，它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增长；有些人呢，就越来越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慈爱之心。首先，举我自己的生命当中的一些例子来看，我记得在我小时候3、4岁的时候，那么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是在秋天，你知道，在牧区的时候，秋天就会要开始宰牛羊的时候了。那牧区的食物主要的来源，也就是动物的肉啊，动物的这个。他们的牛油啊，或者是酥油啊这些东西，那你知道在牧区是很难有蔬菜，也没有这种马铃薯什么这些都非常难以得到，所以我们都是必须要依靠这个动物。那么
记得到了秋天的时候就要宰这个牛羊，我都记得他们为了要杀那个牛呢，他们不是直接杀，是先都用东西把它的嘴巴闷住，就是让它这个憋死这样子。那个死法是真的很痛苦的。那你会看它的，而且时间很长，有时候需要1个多小时它才真正死。这个过程当中，这只牛会又跳啊，又到处蹦跳，然后它连汗都就是流出来，你就会觉得说那个样子真的非常的可怕。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那非常的不忍。我那时候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痛苦，也很想要怎么样帮助那一头牛等等。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哭得很厉害。这咱什么件事情你知道吧？当然什么件事才包括许在下都在下手这样啊，等啊的念不掉的。下三个针做几应的。这咱这个，到底几个嘛嘞？被养的养都这几个月变长，这是什么事啊？有第一个大被搞出来，但你给这 compassion and affection 的全没问题，搞出来 ，no point， 要么的 very weak， 个我修冲着了这么多。Due to the circumstance, environment， 这个话呢是冲不来。这木头呢，下山的，但看到老出个呢，新的下帮的，这帮过今天的做起，然后冲对上，这个 recalling 什么的，temper 不这边上，那这个他说的这他下了，没开始给这知道，叫人看啦，搞学看的意思，但这练的长波这这边呢，看啦搞学下意思，但是呢这个。다 뢰 당선한다 대바 방샤를 다 칼라가슈 가렌스 두사나 파지 칼라가슈 미세가 매매서 수치나 집차 아주 주제셔 어다 되는 신기 아주 부춘주행 아주 충분히 면 부충분히 정신기 가수라지 在我前，现在在我前，别那就身边穷穷的在我前都不当。本来气当是米当就是，当那心给，那气候当那在往下，他呢，现在甚至米那样，或者我不知道，这他们说的那穷的，咱们的穷的地方吧，听这年儿就天嘞呀，在往下，天嘞呀，接不起了，但到那我不想，甚至现在呀，搞什么的，咋起不知道呀？这天移动啊，天了，胖什么简单。다 진짜 용되게 알아. 민주스탄 다티 가르레상 가지고 대단 아주 트레이닝 사데 진짜비 딱 하나 아주 자와 제외로서 이야기 야게다. 디 심진 초래 와라. 뭐 초래 와 많이 봐. 디 카주르세는 대표네. 야 심진 현당 뭐 현리냐 다가는 신기 이동의 선바당 这些旁边三把接头不是钱，听这些啊就 training 钱钱，那牙给当，听这个大看的，啊就听这个大看说，是专门没比三几月份的牙给多的，给什么其他的？所以刚刚呢，那就是这一段说，记得那个牛呢是怎么样被宰杀的情况。但是这个杀了之后，你说它这个，慢慢这个皮也扒了，然后肉也切了，也煮了，然后呢，我也一起吃了这些肉了，也跟大家一起吃了，我也是其中一份子，而且我可能是吃肉吃最多的那一个。那总之看了那样的场景。绝对不是一次两次，是很多次。久而久之之后，我会慢慢觉得说，我在那样子哭闹，我在那样子这种慈爱之心的升起，好像也没办法影响，没办法改变这个现况。那总之呢，慢慢，我的对于那个所谓的宰杀牛羊这件事情，我的慈悲心或者那种难忍的心呢，也就变得比较小了。
所以我就一直吃肉，直到6年前吧。那6年前开始，我就不再吃肉，我开始吃素。最主要就是想起了我小时候这一段记忆。那么我想到了当时的这个动物，它这一头牛它被宰杀的这样的场景，那就让我回想起那样的情况，因此我就开始吃素。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也得坦白说，我最喜欢的还是肉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说就戒肉，然后吃素。所以如果你现在在问我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我会可能回答，那就没有什么我最喜欢的食物了。总之讲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我们都要试着去改变我们这一念心，试着再回忆起去转变我们的，或者说呼唤起我们本有的那个慈爱之心，那个是我们从小自然就具备的。你说那种爱护生命的这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小动物啊、小狗啊、猫啊等等这些，我们自然的对于他们的一种珍惜跟爱护，这是很重要的。甚至是说，其他生命、其他人的物品，我们也都去珍惜，甚至我们周遭的这些事物，不只是生命哦，任何其他事物，我们也都去珍惜，而不随意的糟蹋或者破坏，这都是一种慈爱之心的一种表现。那我觉得说，这种不偏私的，然后能够很真诚的、公平的对待一切的生命，还有对待一切的事物，我觉得这个就是修心。那如何让我们本来有的这样的一种真诚的心，这种真实的慈爱之心，就是之前到随着时间环境慢慢变得好像没有的这样的慈爱之心，能够透过一种转化，透过一种修持，然后又将它开启，让它开发出来，然后呢，我们又真的对于众生是具备慈爱，对于一切事物也具备珍惜之心。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修心的意思。단도라 행동을 마서나 사변 추주의 제거선 리블론다 개버를 지와 내 매주샤 다디 개초를 차리야래 간다냐 아주 지단 저불링 라바동 알아주디 Great Nation 디 German 기다 개급 첨부 디 나로래 아주다 데벨 루유 나로래야 아주르지 가쇼에 니지 매밤 lack of love and kindness 뭐래 니지 매베 교전때네 간다라 미리리아다 가셔야지 이 교급에 내주 담은 것이 다 충분해 변다지 베라 점리 마신 당보다 안 마신이 봐 다음에 베네지 주시 미 사주 세야라서 이제 니주 이 교급에 니주만 곳이 다 충 다디디 상으로 마셔 다디 안 소리야지 조디 니지기 삼바지 매바 인사 다디 매바 인사디 니주들이 쇼마래 다디 니지디 안 소리 자네 매바지 자네 깨야 매바지를 왜서는 대 말해 아주 상으로야 끼두네 여대비시 이나야 니지디 거 말아주지 로 파세 제한은 신기 switch off on 제 되는 유서 답변은 유행 아주 지스거로다 아단디 this is not my business 하루 다들 간다 딩할 주도메 단디 코랑기 니주레 알 주도메 단도나 수수기 내된다 수수기 다야지 지 가번예보 가 수수기 지거나 빈제도 야만 수수기 초보로 진짜라 강에 마셔나 신다 가르쳐는 좀 제와면서 진짜가 다 간다 신기 자와
新给东眼里啊，就亲密年吧，乐动起。听这几军山店呢，那可里，就是看出来的是，在外面不善良这样多，也那苦，别这看出来，没，别先拿过那么强的，这就样的。现在第军山店呢，World Killer 什么的，怎么领给的？我那是看出来，检查过全部。变成 malaria 啥的了，俺大那新给这普洱这社区困局面，俺这样去的是也不面吧？这个团呢，大刚也忙不去拆的啊嘞，大那是 pollution， 告诉 air pollution， 这团呢 disaster 忙不了了，大的 world killer 不知道呢，大那是 world killer 这卡查的啊是呢。先没嘛，俺出来人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没有？军事的呢？我那是迷茫不是，俺出来人机多是绝对呢。迷茫不是个少给推下去的，迷茫不是个年当的，也不是少推下去，原来的，一年的没有影响，俺就做不定讨论啊，他刚才忙不是拆的吧？这在拆新不的，那边陆运拿了了，刚才出不来拆啊的。这个第一军事的呢，人在话啥的，所属的米子 survive 起啊，长龙中啊，米子拿了，开心不起来多了。当然是个米现在了，俺就给他讲说，这个 connection 什么的，这个起来，人在话的，没太没有不是，总不能的量没太没有不是，俺就主要米没太没有不是，这是意思来着。总而言之呢，这里谈到的这种关爱、慈爱之心，真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心当中都具有的。重点是我们要好好的珍惜它、爱护它，而且要好好的照顾这样一个难得的这样一个慈爱之心了。举个例子来说，这个慈爱之心现在就好像是一个幼苗，一个种子一样，那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呵护它，然后慢慢培养它、养育它，才能够让它真正的茁壮，然后长出绿叶。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不然的话，你会看到在世界上，那尤其在我们德国，从历史上看到说，很多事情、很多灾难、很多让人类史上真的是非常伤心难过的过去这样的历史就是因为没有慈爱之心而发生的。比如说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当时的屠杀犹太人的等等事情，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慈爱之心而产生的。如果我们问到说，那如果我真的有，我生得起这样的慈爱之心吗？我是不是就不可能升起了呢？并不是的，因为这个心是你本有的，你是一定可以升起它的。但问题都在于，就好像是一个开关一样，就是你是要把它关了呢，还是要把它打开？那打开我们的慈爱之心，随时将它开启着，这是重要的。不然平时我们很喜欢口头禅，都说，这事不关己嘛。就是这就不关我的事，不用去管，好像就是我周遭的人，我的亲人朋友这些没事就好，其他的人跟我无关。但这样的一种想法就会造成很多刚刚谈到的灾难，其实慢慢就真的产生了。慢慢我们也会变得像是非常冷酷无情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各种的灾难，它可以说造成这种物种生命的灭亡，像是杀手一般的有很多，比如说贫穷啊、疾病啊、传染病，或者说水源污染、水污染或者空气污染等等。但我觉得在这一些杀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没有同理心，没有这种慈爱之心。
那这还不是说别人，其实都是说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也把这个慈爱之心随时把它打开着？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只是稍微关心一点，或者稍微把你的心打开一点，其实你可以改变的是非常的多，你可以影响的是非常的大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打开它，会觉得不关自己的事。所以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你看历史上这些灾难，就是这种关闭、封闭慈爱之心而产生的。所以呢，我们谈到这个慈悲心，这真的是我们一生当中不仅是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一个难得跟我们应该珍惜的东西，就是我们内心的这样一个慈爱之心，而且它也是真的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跟周围的所有的其他人沟通，或者你真的跟世界、你跟大自然、跟所有的人类能够好好的沟通、好好的相处、融合的相处的最好的一个方法，也就是这个慈悲心。所以说，升起慈悲心或者升起这种慈爱之心，真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具备的。不能够少的。别人没几类啊，这边呢，就让 world killer 这样对吧？有些这边呢，迫击对吧？有啊，前头没生意，刚刚买到前头有生意，迫击有嘛嘞？别人啊，电总给唱的就这边呢，前头没生意。伊呢，俺这什觉的前头没什么的个的，全都俺这。머리 마시에 봐라 정신기 월드 킬러지 차선 대신아 차오로 가르랬으나 어느 가수지 수수 가르다지 selfish 란드 셴보 란드 이제 딘데르 챤네 딘데 챤 딱한테 수수기 가르다 란다 나다 녜사로 티경양 나가르이 티기 쳇 경양 삼단지 텔레션의 규발이야다 가도 두시메 랑킹 랑킹 somehow automatically word killer 차다죠 대야 아주 하고 대신하서 배는 벤슨지 시야이나 제장 아주르다 제장 아주 이나양 예지다 디기 배는 compassionate mind go aside to pressure on you 다 그래서 신앙 그 따교한테 되지 word killer 차 되면 따지 그래서 닌지 공부레스 pressure 차다 not scaring you to practice that scaring that pressure 디 영어 말어디 깨러시고 말어 naturally 딱이 시험나시 아주人性기 여디 토는 이야기다变成中协兵，但中州就变成协兵，变呢，他们你也不去，天来不几万都买不起，他们你的老钱不去，大概了好不去，但不的，可能的 some trouble, put in the jail, 装干难度。파마니 디셈레시나 테라 로바칭이 매브체 다 아마 파마니 맹카나라 다 부디 구 부디 정하는 디쇼 치료된도 텐저브지 나라도 참을로 등진 선한다 selfish 선한다 진짜 정하는 디나라래 미시다 두요마 소소소 두자래다 등진 종가디나 소소 파주 디주운두사 아니 소소 다 파마的这심진디 종가 치료的也不是 no connected they need you no they're waiting for you 이내야 아주 종가나 뒤셔비 인자 아주 치료된 제장 아주 랭게네 가라사나 니지 첨부지 깬 수수기 되는데 가르쳐지 수수를 자와에 버티주체도 just break the 가르쳐다 the jail of selfish
中间的把戏，嘛起落团呢。今天写话，咱等于就啥呢？咱的忙过下线嘛，就提出做了去了。今天就啥呢？咱等于这些就行了。所以谈到说刚刚这样的这种所谓的像杀手啊，就是说像那些疾病或者说一种伤害生命的这样一个杀手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我们在这里问说你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伤害其他生命的人吗？那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人会回答说是我想成为这样一个杀手一般伤害别人的人，不会的。但是其实真正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已经成为一个杀手了。这其实是最可怕，因为你连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在伤害别人。那但很多时候我们却都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起因在于我们总是自私自利，而且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当你一直在想说我，或者说我的东西的时候，那你慢慢就会成为一个伤害他人的，类似像杀手，伤害别人生命、伤害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最可怕的是，你连自己都不知道。那么所以慈悲是非常重要。当然在这里要说的并不是说你如果不升起慈悲哦，那你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伤害别人的人哦，所以你一定要升起慈悲。这不是我要讲的这个逻辑，或者说这样会成为一种压力哦。修行它不能成为一种压力，修行它真的是你自然要感受说，原来我其实本具这个慈爱之心，只是我自己不知不觉我执太强，而因此这个本具的没有开展出来。所以修行是没有人可以强迫你的，它也无法是透过压力而能够挤压出来的，并不是，而是你本具的慈悲要升起。但总之这个慈悲之心是很重要，但我们都会被我们的我执所捆缚住。我这里想举一个例子哦，用一个具象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就好像一对父母，他们有一个孩子，那这个父母年纪也都非常大了，也真的很需要这个孩子照顾。但是呢，这个孩子他因为犯了错，却被抓到了监牢里面被关了。那你可以想到那个场景，父母亲就在监牢外面，是非常的紧张、担忧，然后就想找很多人去帮忙，说：“哎呀，怎么样可以把我的孩子救出来？我真的很想跟我孩子说说话，见个面。”但孩子他就因为犯了错，他被关起来了，他怎么样都出不去。好，就像是这个比喻，这样的一个画面，其实我们现在也就在这样的一个牢狱当中。那这个牢狱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我执创造出来的一个我执的一种执着的这样一种监牢一般的，这而且不是别人给你的，没有人可以把你放到这样一个我执的监牢里面，只有我们自己。那么接着，那在外面的父母亲，那是什么比喻什么呢？那是比喻所有的众生，那这个父母亲就像是所有的众生，他都被我们的我执排拒在外了。那其实众生很想要跟我们联系，他们总是一直在等待着，那么他们一直期待着可以跟我们碰面，可以跟这个孩子跟我们能够结上，就是说上话，见到面。但是我们却自己把自己关在这样一个我执的牢笼中，不肯出来。所以修行是什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身为人的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是什么？真的就是该出来了，你必须要让自己本具的慈悲心要将它开展出来。换句话说，你为了那些等待着你的人，你为了那些真的爱你的人，你真的必须要打开你的心房，打开你的我执的这样的一个牢笼，你要这样子的破茧而出，你要这样子的能够勇敢的走出去，这样让你的这个慈悲之心能够超脱出这样一个自我的牢笼。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身为人，也就是我们修持很重要的一个责任，就在这里。